跳咗大概1年度啦，跟住就對霹靂舞產生咗興趣，所以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參加 2-on-2 嘅 breaking battle 啦。我哋 underground 嘅比賽其實係好難得，因為地方嘅問題啦，同埋租場都特別難係啦。可能我就會同其他香港霹靂舞代表隊嘅成員一齊去上海參加呢個亞洲錦標賽。大家好，我係香港霹靂舞代表隊成員曾子華 B-Boy Fink， 我跳咗霹靂舞19年。因為之前係暑期嘅時候咧，就參加咗一個霹靂舞嘅班啦，跳咗大概1年度啦，跟住就對霹靂舞產生咗興趣，所以就想試下。因為覺得跳舞除咗可以強身健體啦，可以訓練我哋嘅創意力啊，因為 break dance 咧就需要好多 freestyle 啦，咁所以我哋嘅創意力都好重要。當初點解會接觸跳舞係因為自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做運動啦，然後去到差唔多中二嘅時候咧，有一日放學就見到有班人喺泳池門口好大聲播音樂，跟住跳舞，然後我就行過去睇，跟住就係人生第一次見到有人用頭喺個地下度轉，然後就因為我本身自己好中意挑戰啦，喺運動方面就所以挑戰就由嗰時開始挑戰霹靂舞係。其實我哋香港疫情前都 keep 住係有好多唔同嘅 underground 嘅比賽啦，譬如霹靂舞啊，仲有其他 style 嘅 underground 嘅比賽啦。但係疫情之後咧，的確係少咗好多嘅。然後就我覺得今次呢一個我哋 underground 嘅比賽其實係好難得，因為地方嘅問題啦，同埋租場都特別難啦，可能甚至乎香港地方特別貴，又好難搞比賽咧。所以其實今日係好難得，我覺得係。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參加 2-on-2 嘅 breaking battle 啦，咁我就會一開始有啲緊張啦，咁係因為好多大人啦，所以我就覺得好緊張，但係後尾跳完1次之後咧就放鬆咗啦。嚟緊，因為今個月尾其實就係亞洲錦標賽喺上海，係啦，咁我就會同其他香港霹靂舞代表隊嘅成員一齊去上海參加呢個亞洲錦標賽，係。加油！你哋兩個都加油啊！加油 ！Thank you。Thank you。